讲法者我，法也我。培有福德，听法我。世间导师所修我，俱生欢喜本性我。哦，你们看看，他磕头的姿势，就是像马尔巴大师门下的磕头规矩。今天法会中缘起也非常好，他必将成为一切教法的主宰者。去问他是谁？遵命。你好，贵体安康，您是从哪里来的？您贵体安好，我是马尔巴上师派来求法的。我的凭证有纳若巴大师的申言和红莲宝石的本尊像。好的，您稍等一会儿，我这就去禀告上师。您稍等。上师啊，这个人是来求法的，他手里有马尔巴大师的纳若巴申言等很多有加持力的佛像啊。哦，这就好，这就好。我这个寺庙里承蒙纳若巴的申言和朱砂宝石的本尊像降临，实在稀罕呐。请你们弟子们马上恭迎。遵命。遵命。上师啊，这是朱砂宝石的本尊像，给您的供养。献给你。谢谢。上师啊，这个信是马尔巴上师让我呈交于您的。文喜，现在你已经获得喜金刚曼茶罗所有灌顶和传授，你进入修行洞，用泥巴把洞门封闭，
然后一心一意的观修。我为你所做的法